咧就係羅馬古羅馬嘅鬥獸場啦。咁咧睇到咧有好多地方咧破損咗，而家咧就重修咗，所以整到會有啲鴛鴦顏色啊。成個圓形嘅，咁啊旁邊咧就有一個咧好似法國凱旋門嘅東西，咁聞說咧就係凱旋門係參照佢而建成嘅。去到呢度咧都有好多馬車喺度照俾啲遊客去坐。